由澳門人升級為大灣區人。我係陳慧珍，做體育服裝同埋制服生意嘅，喺2015年喺澳門創業，2021年入駐橫琴創業谷。因為喺澳門積累咗好多嘅客戶啦，咁大灣區嘅朋友開始關注我哋，所以咧我就決定嚟橫琴度開公司啦。咁作為一個試點啦，我哋最大嘅困難就係招募服裝嘅人才。咁後嚟咧，我將橫琴嘅辦公室改為 IT 部，負責全公司嘅系統同埋數據中心。咁而家咧，我已經有3個好幫手啦。咁澳門同埋內地之間嘅合作咧，可以互相學習㗎。最難忘嘅係接到第一個內地嘅客戶啦。咁喺呢一刻覺得我哋真係打開咗內地嘅市場。我哋客戶每一個嘅認可啦，都係令到我哋繼續努力嘅動力嚟嘅。萬事俱備，只欠東風。由澳門人升級為大灣區人，俾自己一個機會，開拓更大嘅市場。琴澳和鳴5載情，巾幗聚力萬家興。下一個5年，我要做一間智能化嘅服裝公司。